Hello，歡迎收聽粵希嘅人生設計室，我係粵希喺度，我會用能量管理探索天賦潛能同埋商業思維，陪你打造自由又好玩嘅一人事業生活，成為走路大風的女孩。今日我為你準備咗滿滿嘅好能量，呢度有3個可以奠定基礎、經得起考驗，而且歷久常新關於顯化財富嘅秘訣，可以支持你同金錢嘅關係，而且點樣可以創造到更多嘅財富，令你對於金錢會感受到自在、支持，而且喺金錢嘅各個狀況，你都會覺得好放鬆。而我準備同你分享嘅呢啲思維已經係融入咗我嘅信念系統，係我嘅核心信念，佢哋絕對係我建立良好金錢關係嘅過程入邊非常強大嘅燃料。可能你已經知道我原本嘅金錢靈氣大師課今年會做一個升級版，就係21日財富顯化系統。呢個課程會即將首度開放報名，而家係一個收集意見嘅最後階段，仲有一個調整。而所有填寫呢個21日財富顯化系統問卷嘅人呢，都可以獲得一個額外嘅折扣。去到正式開放報名時呢，價格依然會有優惠。而如果你對呢個系統有興趣，填問卷你會得到最優惠嘅價錢。除此之外，仲可以免費得到我後續所有關於金錢顯化嘅資源，例如冥想音頻啦，一啲迷你嘅線上課。我過去幾年針對金錢呢個主題做過嘅內容，就係一啲各式各樣嘅嘢都有。想要加入名單嘅話，喺 Podcast 資訊欄會有相關嘅連結。今日我分享俾你有3個小秘訣，全部都係出自於我過去同學員分享過嘅內容，你可以體驗下。而當你填寫呢個問卷，加入我嘅電子報名單呢，就會得到類似嘅免費資源啦。好，咁我哋開始今集嘅主題。以下就係你顯化金錢嘅秘訣，可以支持到你同金錢建立一個更美好、更有利、一個更流動、更高頻嘅狀態。好好收聽以下嘅內容，又或者可能有一啲你已經聽過類似嘅，但係就當溫故知新，因為以下嘅內容我亦都會好想不斷重複令我自己記得嘅事情。第一，你每一個嘅渴望都係來自於神聖嘅靈魂同埋宇宙。我生命入邊有一個好核心嘅信念之一，就係我好相信我哋每一個人落嚟地球係有自己嘅靈魂使命，而我哋嘅靈魂係連結住宇宙嘅源頭，係神聖嘅。我哋內在真正嘅渴望係靈魂落嚟地球之前已經安排好，而宇宙係會非常支持我哋去實現所有對我哋有益嘅嘢㗎。聖經講過，上帝會賜給你心中嘅渴望，實現你嘅願望。我覺得呢個解讀非常好，亦都代表住，其實原本上帝已經將渴望放喺我哋心入邊，埋下咗一個種子。我好細個就好相信咧，人生活着係有意義嘅，只係我未揾到我嘅意義，即係俗稱人生使命。到大學畢業出嚟，我完全唔知自己想做啲咩，咁啊經朋友介紹就去咗銀行，咁啊唔使3個月，其實啲工作都已經上手，跟住我就開始陷入一種時間換薪水嘅日子。有一日啦，我就同我一個好好嘅朋友，佢係我嘅中學同學，我哋去行山。當時我問佢，點解我哋每日8個鐘都唔係做緊自己中意嘅嘢嘅？佢就話，因為你係用呢8個鐘換到剩低可以過好你人生嘅16個鐘。我就好唔認同佢講嘅嘢。如果生命係咁有限，點解我每日8個鐘係咁浪費？我唔認為人生淨係值得過一個咁樣嘅生活。我相信我係有啲嘢要去完成嘅，即使我當時完全唔知自己想做啲咩。蘋果教主 Steve Jobs 佢講過，永遠唔好放棄去揾到你一輩子嘅熱情。我睇佢嘅自傳嘅時候，呢句說話係深深刻入咗我嘅心入邊。可能我天生就係夢想家特質，所以我好想知道我內心真正嘅渴望。我亦都好相信我嘅感覺。其實咧，我哋直覺係好準噶，就好似你去識新朋友，你同佢相處頭嗰5分鐘，你已經會大概感受到對方係一個點樣嘅人。剩落嚟嘅時間，你只係喺度驗證緊你嘅諗法係唔係正確。所以啦，我哋嘅內在感受係一個好值得你去信任嘅 GPS 導航。咁點解我哋總係會覺得好迷茫，覺得唔開心？
因為好多時嗰啲真正嘅渴望係唔合乎邏輯，又或者唔合乎呢個世界嘅人同你講嘅說話，然後你就會壓抑佢，同自己講不切實際，慢慢你會越來越接收唔到來自你內在嘅訊息。我4年前轉型做身心靈，另外一直堅持到落去嘅原因就係我全心全意相信呢個係我嚟地球嘅使命。即使我一開頭分享身心靈，我會不斷跌粉絲，朋友覺得我變咗，或者潑我冷水，同我講呢行競爭好大㗎，你本身做一個購物扮靚嘅 KOL 咪好地地咯，無啦啦轉咩型啊？又或者我啱啱學靈氣嘅時候，對於能量冇任何感覺，我覺得好挫敗啊！但係我冇放棄，就係因為我好深信呢個係宇宙係靈魂安排我要行嘅路。踏上身心靈做我嘅事業，就好似佢係我嘅 Mr. Right。而當我越來越堅信呢個信念，我越來越開始感受到宇宙俾我嘅支持。有好多個我想放棄嘅時候呢，冇幾耐就會飛嚟一啲療癒個案揾我，或者一啲學生報讀我嘅課程，又或者收到一啲好溫暖、好俾到力量我嘅信息。就係宇宙總係會從四方八面話我知，你而家係喺一個啱嘅路上。所以你過去或者好習慣透過大腦去分析你每一個決定，但係如果大腦真係咁有用嘅，點解你而家過唔到你想要嘅生活？不如試下將你內在嘅渴望、你嘅感受做你行動嘅 GPS， 你會感受到你好似同宇宙同你嘅靈魂一齊合作，創造一個合適你豐盛嘅生活。第二，一切都係能量，包括金錢。當你唔中意眼前嘅金錢狀況，可能你會覺得啊，點解會咁噶？而我呢，我而家通常就會覺得啊，點解會咁嘅？就係可能例如突然間有同我要退款啊，或者約好咗時間又不斷改期呢。基本上我已經唔會再覺得沮喪，我淨係會好好奇點解會發生件咁嘅事嘅。以前我唔會噶，以前呢，我會覺得唉，我好容易還完啲錢，然後下個月又有一筆錢要還啦，又或者每當我儲到一筆錢呢，跟住就會莫名有啲開支要我使咗嗰筆錢。總之我就係長期月光族，兼我有強迫症購物嘅習慣，無論我揾幾多我都可以使晒我所有錢。而家回頭睇呢，其實呢啲事情純粹只係反映緊我嘅能量頻率，我嘅潛意識信念。對於金錢呢，你可以得到嘅係你能量共振嘅結果㗎。每一個人有自己嘅能量標準㗎。我教靈氣都話，宇宙的確係有無窮無盡嘅能量資源俾我哋使用，但係你嘅能量管道會決定咗有幾多能量真正可以入到你嘅磁場。我哋持續做靈氣療癒、做清理，唔係因為我哋有好多問題啊，而係我哋可以不斷擴大嘅能量管道，令我哋接收到更多好嘅能量。同樣應用喺金錢上都一樣，你係有一個範圍，你有自己嘅最低限度同最高限度去決定你可以接收到幾多。你會有一個金額係你冇辦法想像可以賺到更多，同樣你亦都會有個金額你冇辦法想像自己可以賺得更少。無論係你認為自己可以賺到幾多錢，又或者認為自己可以承受到幾多嘅負債。即係舉個例，你係冇辦法想像你嘅卡數超過某個數字，又或者你嗰個月嘅開支係會超過某一個金額。就係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嘅底線標準，唔會俾自己超過嗰條底線。但係我哋往往就係卡住咗喺呢一啲所謂俾自己嘅標準。我嘅21日財富顯化系統其中一樣就係關於點樣賺取、吸引、接收金錢，療癒我哋同金錢嘅關係，同埋學識點樣喺生活中同金錢有一個和諧嘅流動，係一個影片同埋音頻嘅課程。我會教你點樣提高你嘅限度，同埋降低你嗰個最低限度。而隨住時間嘅練習，你會可以慢慢擴展你能夠接收到金錢嘅上限，建立你對於自己嘅自信信念。金錢係一定會向你到來。而呢一個課程啦，你會為你嘅可以接收到嘅金錢設定標準、設定目標，然後去接收佢。你會學做視覺化冥想，你會慢慢提升，係一個漸進式嘅過程，令你最後可以輕鬆顯化豐盛。第三，你決定咗金錢點樣到來，係你決定咗你嘅金錢豐唔豐盛。冇任何嘢係冇可能㗎，只係你預期咗啲咩。對我來講呢，
我嘅生活水平係只會越來越高，我嘅工作時間只會越來越少，除此之外係唔會發生其他嘅可能嘅。對大家嚟講呢，如果一年收入可以增長40%，係好似好困難，但係對我嚟講係一件理所當然嘅事。我亦都好相信我一個人係可以做到年收入超過200萬，唔係幻想。但係我同學員做諮詢，我發現大家連覺得自己做到月入5萬好似已經好難，而對於做副業可以做到一個人年收入破百萬係不切實際，會叫自己唔好抱咁大嘅期望，唔敢創業係因為唔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有穩定嘅收入。所以你就唔明啦，人人都話想發達，但係其實佢唔係真係相信自己可以，只係一個口號。而我係好發自內心，冇一絲猶豫過、質疑過我嘅諗法。我嘅態度永遠都係一切只會越來越好。我永遠都會預期我嘅人生係越來越好，我嘅人生係可以更加好、更加好、更加好。人生係一定一路向上，每一個改變一定係好嘅改變。所以啦，如果有學員嚟問我，當我開始用靈氣療癒，我學咗靈氣，但係會依然發生衰事，咁係代表啲咩呢？我就會話呢一個係行為模式，係你預期咗，覺得我要必須經歷苦難，我要先喺低谷，然後先會向上，我要先努力先會得到我想要嘅嘢，就係工作必須係要多勞多得，係要好辛苦㗎。但其實呢個唔係事實，呢個係你嘅諗法。所以喺我呢一個21日財富顯化系統，同時間做嘅就係清理呢一啲嘅限制性信念。如果你會諗如果我學咗學唔識咁點如果我用咗都冇用咁點，咁你一定會顯化到呢一個結果，你嘅人生係一定唔會變好。你明唔明我講咩啊？其實所有嘢係自己創造嘅啫。你一直以來嗰啲重重複複嘅結果，只係因為你嘅信念從來冇改變過。你嘅行為、你嘅結果只係反映緊你嘅內在。你一樣嘅思維模式，自然就會得到一樣嘅結果。我你聽起來會覺得好唔舒服，但係呢個就係事實。因為你諗下，如果你今日相信你係一定會成功嘅，你仲會唔會做緊你而家做嘅嘢？未必咯。唔敢改變，永遠係因為唔相信自己真係做到。我哋每一日都有機會去重新塑造自己，例如你從過去習慣負面嘅自我對話，改為你係你人生最強大嘅啦啦隊，改變信念，改變思考方式，改變語言，由我做唔到改為我可以。你可以改變到你嘅感受，繼而改變到你內在嘅能量，然後你就會吸引帶領你成功嘅一切。因為所有嘢係取決於你嘅感受、你嘅狀態、你嘅思維、你嘅能量，所有嘢都一致嘅時候，顯化係會必然發生。今日嘅你係來自於3年前你嘅信念、你嘅行為，而今日你每一個決定會奠定咗3年後嘅你。過去嘅你係點樣唔重要嘅，重點係當下嘅你要決定未來成為一個點樣嘅自己，過一個點樣嘅生活，一切都係來自於你而家當下嘅決定。OK？希望你鍾意我今集嘅內容。如果你想完整深入學習金錢顯化嘅，喺資訊欄我會將個課程問卷網址放喺 Podcast 資訊欄。完成咗之後，你可以獲得到我嘅獨家折扣券，同時加入我嘅電子報名單，將來獲得我所有相關嘅免費資源。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歡迎你嚟 IG 私信我或者 email 我。再次提醒，我嘅21日財富顯化系統會喺未來即將開放報名。無論你係而家聽到幾個月後、幾個禮拜後、幾年後都好，任何時間聽到呢一集都唔好猶豫，加入我呢一個電子報名單。祝你今日有非常美好嘅一日。記住，你係最珍貴，你完全配，你有能力，你非常值得。你生下來就係為咗成就不可思議嘅事，你係為咗偉大而存在，你係注定迎來你嗰個瘋狂嘅夢想，你值得配擁有呢個世界所有美好嘅一切。將你內在嘅渴望成為你嘅 GPS 導航，只要你諗到，你就一定能夠擁有佢。玩一個大嘅人生遊戲，你係一定可以㗎。OK，我哋下集見啦，拜拜。